嗨，大家好！呢個 Kick-Off 視頻嘅目的係幫助我哋快速上手系統，做好基本嘅系統配置。首先，我哋要下載 Desktop 或者通過網頁版登入，進入到登錄頁面，輸入專屬嘅組織代碼、admin 帳號同密碼。而家我哋就入到 Admin Portal。可以先通過右上角嘅小地球，設置自己習慣嘅語言。小鈴鐺可以睇返系統所有消息提醒。上手系統需要我哋先做好基本嘅設置。第一步，我哋嚟到系統設置。喺基礎設置，我哋可以隨時修改系統顯示嘅名稱。系統名稱對應界面左上角，公司名稱對應界面右上角。發件箱配置指嘅係通過系統發出俾前線用戶，淘寶人嘅所有郵件都會通過呢個郵箱發出去，包括創建 admin 帳號同用戶帳號嘅歡迎郵件，發俾淘寶人的續寶提醒郵件，發俾前線用戶嘅介紹費賬單。我哋需要喺呢度輸入5個信息，包括 SMTP 地址、SMTP 端口、郵箱登錄帳戶、郵箱登錄密碼、郵箱地址，建議用公司域名並且通用嘅郵箱。最後點擊更新配置保存。我哋都可以點擊測試發送郵件，驗證是否配置成功。第二步，我哋嚟到管理員帳號，呢度係創建 admin 帳號俾系統負責人、行政同事、財務同事使用。點擊新增管理員帳號，輸入打星號嘅信息，帳號一經設置不可以修改，其他字段可以隨時修改。建議用字母加數字嘅形式命名，例如 admin01、admin02，跟住輸入同事嘅姓名、郵箱、手機號，最後點擊新增。呢位同事嘅郵箱就會收到系統發送嘅一封歡迎郵件，有 admin portal 下載連接、登入帳號同密碼。建議各位 admin 同事人手一個帳號，之後方便睇返保單資料嘅修改記錄。admin 帳號有2種，一個係 Super Admin， 一個係普通 Admin。Super Admin 有最大嘅權限，可以創建普通 Admin 帳號，同埋管理普通 Admin 嘅功能權限與數據權限。例如，呢個 admin 係入單嘅同事，我哋可以開返入單相關嘅功能，預約、新單、保單，其他功能關閉。第三步，我哋嚟到用戶管理。用戶，呢度係創建 app 帳號俾前線同事使用。點擊新增用戶，輸入打星號嘅信息。用戶帳號一經設置不可以修改，其他字段可以隨時修改。建議用公司簡寫加數字嘅形式命名，例如 LB001、LB002，跟住輸入前線同事嘅姓名。用戶上級選擇呢位同事嘅直屬上級。建議一層一層開帳號，先開第一層上級嘅帳號，呢度選擇 Root。數據透視，建議選擇所有下級，意思係呢位用戶可以睇到自己同所有下線團隊嘅保單資料。如果選擇自己，只睇得到自己嘅資料。下一級只睇得到自己同直屬下一級嘅資料。業務代表是否係持牌 TR，
如果係，選擇是，並輸入持牌號碼，輸入手機號、郵箱，最後點擊新增，呢位同事嘅郵箱就會收到系統發送嘅一封歡迎郵件，有手機程序下載連接 menu 登入帳號同密碼。頭先演示嘅係逐個帳號創建嘅方式，另外都可以支持批量創建。點擊導入用戶，下載模板，輸入用戶帳號信息，再上傳回系統。到時所有嘅帳號都創建完，並且佢哋都會收到歡迎郵件。最後可以通過用戶網絡睇返用戶嘅層級關係，可以再次驗證下我哋配置嘅層級是否準確。關於呢個功能，有2點需要留意下：一、每個帳號最多有4台設備登錄，如果超過，需要 admin 刪除之前的 IP 地址。點擊任意帳號，設備管理，刪除一個 IP 地址，到時新的設備就可以登入。2. 如果同事有2個身份，又係行政同事，又係前線出單嘅同事，需要創建2個帳號，一個係管理員帳號，一個係用戶帳號。因為2個帳號係不互通嘅，不可以用用戶帳號登入 admin portal。第4步，我哋嚟到計劃書機械人配置。計劃書功能可以幫助我哋隨時隨地3到5分鐘自動製作一份計劃書。首先，我哋需要喺呢度配置保險公司出計劃書嘅帳號同密碼。點擊創建機械人，選擇保險公司，輸入機械人名稱，可以自定義。帳號類型選擇 Broker Code 或者 Agent Code， 輸入保險公司製作計劃書嘅帳號同密碼。點擊添加，開啟狀態。只要保證狀態開啟，密碼正確嘅情況下，前線同事就能用呢度嘅帳號出計劃書。如果密碼錯誤，呢度會顯示登入失敗，並且我哋會收到消息推送。我哋需要做嘅係及時改返密碼。點擊右邊3個點，重置密碼，跟住再開啟狀態。如果有友邦、宏利、中義、蘇黎世呢4間公司嘅帳號，需要多做一步。創建機械人嘅時候，郵箱呢度需要入返收到保險公司驗證碼嘅 email。最後，設置驗證碼自動轉發到機械人嘅郵箱。下面睇一下計劃書記錄。喺呢度可以睇到每一位同事申請計劃書嘅記錄，包括申請時間、產品、是否製作完成。如果有計劃書製作失敗，我哋會喺右上角收到消息提醒，都可以喺狀態說明睇到失敗嘅原因。點擊右邊詳情，可以睇返具體嘅申請要求同計劃書附件。而家我演示一下之前完成嘅一份。點擊狀態已完成搜索，睇返附件，所有製作完成嘅計劃書都刪除咗敏感信息，包括客戶嘅名用 VIP 顯示、Broker Code 水印、日期等。除咗前線同事可以自己出計劃書之外，admin 同事都可以幫前線同事出一份。點擊新建計劃書，
選擇帶機械人標識嘅產品。選擇呢份計劃書係幫邊位用戶製作嘅。再輸入大星號嘅信息，系統會有默認值俾我哋。我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修改。出計劃書語言、貨幣、供款年期、付款頻率、是否預繳，跟住再輸入客戶嘅信息。姓名可以不填，系統會自動用 VIP 顯示。性別，是否吸煙，國家地區，年齡，輸入保費或者保額。儲蓄產品，系統支持做提取計劃，只要保險公司可以出，系統都可以出。點擊生成計劃書，機械人只需要3到5分鐘就能製作完成。完成之後，對應嘅用戶會收到消息推送。最後第5步嚟到保單查詢，我哋需要導入歷史保單。咁做有3個好處。第一，前線用戶可以睇返自己跟進嘅歷史保單資料。第二，續期自動提醒。第三，續期佣金計算同賬單發布。點擊導入保單，下載系統標準化 Excel。而家，我哋睇下保單 Excel 需要填嘅資料。紅色打星號係必填項，填完之後再上傳到系統。最後，我哋快速溫習一下做好系統基礎配置嘅5個步驟。第一步，系統設置配置發件箱。第二步，管理員帳號創建 admin 同事嘅帳號。第三步，用戶創建前線同事嘅帳號。第四步，計劃書機械人配置保險公司嘅計劃書帳號。第五步，喺保單查詢導入歷史保單。Kickoff 教學內容就到呢度。LiveB 預計會喺未來嘅1個月內幫助大家上手系統。如果大家平時有任何嘅操作疑問，都可以喺專屬客戶服務群組發言。我哋會及時回復大家，感謝大家觀看。